1929年伫台南创立的明华园，伫10月16号到17号会搭配着台南文化中心的馆庆37档，伫文化中心带来演出。伫疫情的期间受到严重的影响，特别伫即摆首演中心甲10几档拢无登场过的经典大戏《蓬莱仙岛》《汉钟离》，中心阁搬转来舞台顶，并转来到法源地台南这个文化古都。伫假日这2天，为市民朋友带来精彩的表演。文化园走的终于又拿出，主要不是市长厉害，是文化中37周年短庆，这样子的一个盛大的这个重要的日子，能够请得动文化园，在阔别台10年后，能够演出超级大剧，我们蓬莱仙岛汉钟离的这个大的剧目。其实明华园在台湾已经是文化这个演出传统艺术的一个第一品牌，这是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其实明华园这些年来很多受到广泛的欢迎，所以常常在这个许多不同的场合。但是回到舞台这样子的一个过去我以前依稀记得在2厅院但是今天这次真的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花园以台南开第一了那现在已经变成是台湾在歌仔戏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台湾的一个团队，在国际上那也把歌仔戏整个推展到国际。那已经90几年了，所以其实刚刚陈团长说，明华园要回到大举迁回台南其实这个计划其实他已经想很久了，绝对不是说这1-2年的事情而已。所以我们很高兴，也非常的支持明华园能够回到他自己的故乡。那我想未来在传统戏曲这方面的传习、人才的培育，我想这也是孙老师后续很期待想要做的一件事情。记者会现场，明华园总团嘛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表演透过纯色的演技、有路的服装打扮，佮搭配着现场震撼的音效，真正是国家级1等一的演出。蓬莱仙岛汉钟带回到台南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经过4、5个月反复的疫情警戒，这个是我们全国大型剧场开演的第1棒，我就拿到回到台湾演出，也更是明华园创团90周年以来，我们明年要大举南迁回到台南的花园地，所以我们特别把今年制作蓬莱仙岛汉钟。这一次呢，明华园有百部的经典大作，那蓬莱仙岛汉钟离是排行前3名，那也可以说是我们名列前茅的前3名里面制作最大的一出戏。所以本来这么大的戏，我们已经好几年封箱了，没有再演。大概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再包括剧场的容纳的问题，所以几乎好多年没有动这出戏。但是既然疫情微解封之后，要让大家看到最棒最好的第1棒明华园在剧场打出的戏。我觉得她的丈夫，我的爸爸，就是艺术总监陈胜福老师，他逃干了丢，因为这出戏真的是太庞大了。但我们的总团长说，因为疫情过后大家都闷坏了，我们很希望能够再度把观众朋友邀请回剧场里面来。欢迎大家利用假日2天的时间，做伙来到文化中心欣赏经典的大戏。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